好来，继续甲咱的镜头刷落来云林县当地蚵仔农，因为8月份落大雨，损失着7成，会当讲是真惨重。啊，这个蚵仔量少，佮拄着中秋节，结果这个蚵仔是起大价，这蚵仔带壳的挂价一台斤来到50-60块，结果引起着查拉布来笑伤咯。这个口湖乡的金湖派出所最近是加强来巡逻，而且呼吁着乡亲，若看到可疑的人士，就要赶紧来报警。中秋时，真侪人的烘肉就饲料烘蚵仔，因为今年饲料8月起大雨影响，或者蚵仔损失差不多有7成。蚵仔农表示讲，毋捌有遐严重的，加上中秋要到啊，蚵仔起价，不要介绍蚵仔带壳的差不多一台斤是50至60块，真气查啦注意。今年算价足悬的啊，今年价钱悬啦，价钱悬，所以查啦就较济安尼啦。啊是讲看会当警察会当出来去搜证，啊是讲直接来甲咱斗顺安尼。今年蚵仔价上好，因过产量少。蚵仔农表示讲，虽然警察有伫巡，因过嘛希望会使想更较侪办法来防查案。持续启动护渔专线，以警力结合民力，加强巡逻勤务密度。同时，为了加强警民合作的作为，并于各项治安会议及各情区加强宣导，请渔民守望相助。警方呼吁民众，若是看到可疑的人物，会使随报警，并且翕相留下证据，透过警民合作，做伙保护辛苦的心血。啊，这个学校开学。